台南安平古堡旁边开台天后宫，天望台安平古堡。有石将军两尊，还有供奉元平郡王在大中间的大片。前平街，好用上将，官心两重，互相出声，情绪较大不能用光，也就是讲咱家己自己的这个阴气良头，阳过分的控阳，那么阴气过节，咱对上阳，就是讲咱家己阴阳两气好，所以自身这个家官来说，必须要来干这个会呢，就应该爱用阴。有阴正阳，平常做几条回档，别人容易上在几条基因上接受，不谈的不谈的那种，这个公司的高血压症状，这个想法的公，不要看大卫基本后来。他有很多艺人话，只有一种悲伤幸福，走在沉默的路口，相爱与痛苦，文书店，文书店里面有王船。哪里啊？高粱片，高粱片在延平街。
对啊，再见。啊，这个要，文殊殿有拜礼敬佛塔天王，侍奉燃灯古红。孝庄街。海山馆。哪有不要急累，不要急累了，那直接给我们提示就会。好，直接回来。还是一般会带他们走一圈会点。好，我们直接。就是安平里面大家。对哦。半个小时就回来。在空军要那个海山馆嘛，阿姨乐。小心小心。不要了，不找人家哦。然后这个屋子很久了，他吃到现在很久了。他原本是有工作室，也是一个宾馆吧。可是他们的官兵的兵啊，不让有想歪哦。不要怎样？其实他的名字都没有，反正都有名字，老太听人说。假的？然后你刚刚2年了，谢谢。2份。
小小古路，好小的小，好小的小，那我就看看，然后因为在室内问问题啊，好，我们家那里面问问题，过来看这个，对，对啊。刚刚不跑了吗？没有，就是很热。你们都这么快，那悠闲走。对啊，我们悠闲走，应该是20分。日式宿舍就是现在安平古堡的地方。华善堂，供奉观世音菩萨。这中间52巷有教会，是不是？花善堂有海山馆，海山馆。海山馆呢？安平古堡后续。开始。古墙壁，它是用这层古墙壁，旁边有那文物馆。1分钟1秒，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设。好好好。然后你还可以来，我就来了。好好。好，再见。安平古堡。看这人这层古墙壁，庙是彩台天后宫，啊，这么用心哦，哦，好用心，好用心，这好用心啊！
哦，那个。谢谢啊，你真用心。实在是很用心啊，法轮功，法轮大好。因为现在就是说很多人不了解大陆那个法轮功的真相，你清楚吗？我有在看那个刊物啊。哦，学校有看到。学校有看到吗？那像那个图片的那个书，最近看到了。最近好用心哦，还有电视播放，好用心，好用心哦。还有吗？谢谢，好用心哦。新营的新国中学。新国中学。你好，我到老师好，好，我到哪里？我现在庙广场这里了啦，学生在广场这里，庙广场这里。已经有学生下来了啦，你们哪一班？8班。我已经在庙这边了啦。好，你们要到哪里去啊？要等老师啊，那个学生都一直走到那个。是啊。好，老师好。我在庙那个门口这边。校长好。户外教学。老赵，学艺鼓掌进来。这么学艺鼓掌啊！请他们赶快出来哦。这么学艺鼓掌啊！不是我拍的，我拍。我拍的。好，先来的赶快出来啊！老师你好。进得来。先来的赶快出来。好了没有？时间快到了。老师就把你偷拍了。好了没有？这边有好多书啊，好多服务哈。给人家看到你好的嘴脸啊，保持风度啊，表现我们的这个素养啊。好了，赶快，有看到好多东西哦，公司也看到啊。好了。这很会装饰哈，公司也有，还有剑师，有没有看到剑师啊？中线。有没有看到剑师啊？用战斗相机。好了，我们要走到海参馆了。好，等一下要走这一条街啊，这一条是巷子了啊，叫中街52巷。好了啊。好。来，来，松王宫。我家的书有800南本松王宫。没有布袋和尚的石像。迄是大有帮忙。咱一个人影响就遮济，因为伊一个对影响着伊遮济哦。所以每一个人就是拢真
是波。